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日式風一直係香港人中意嘅設計首選，可以細分唔同嘅設計風格。今集就同大家介紹一個單位係以日式禪風為主題，強調簡約自然，可以營造出平靜沉穩嘅空間氛圍。如果你係中意日式嘅設計風格，可以透過今集了解更多嘅禪風嘅設計重點，睇下係咪你嘅理想家居。單位為一家4口居住，經討論後認為禪風最適合佢哋所需，打造完全放鬆身心嘅居家設計。利用換鞋凳嘅弧角，令空間向客廳延伸，加入鏡面嘅設計，又可以降低壓迫感。運用咗唔同嘅深淺木色，可以增加層次感，又可以帶出視覺上自然沉穩嘅氛圍。特色牆加入咗有木格柵、橡子門嘅元素，更能表現禪風嘅自然樸實嘅特質。木格柵可以作為增添美感嘅特色風格，適當嘅留白更營造出心靈休息嘅地方。訂製 L 型嘅書台可以有更多嘅台面空間，滿足戶主嘅需求。將成個床頭嘅位置打造成大型嘅儲物空間，視覺上可以達到簡潔嘅效果，又可以放大空間。利用高樓底嘅優勢，設計閣樓，為房間創造更多可能性。設計加入咗玻璃同埋繡光，增加採光，為房間提升空間感。衣櫃櫃門選用咗透視嘅材質，提升美觀度，同時可以滿足展示嘅需求。今集就分享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加深了解更多日式禪風嘅設計。如果大家中意啲咩設計風格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訂閱我嘅 channel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